本来我老板给我打電話呢，是想跟我聊點工作上的事情，結果沒想到你接電話了，跟他說我奶奶酒吧裡出事兒了，所以特別巧，他就過來把我們倆給救了。是吗？反正我總覺得吧，他對你不太一樣。你說你呀，你有一個那麼帥、那麼好的老板，你怎麼就不早點介紹給我呢？要是能早點遇見就好了。你趕緊把這個材料給他送過去。好的，快去。哎，方叔，少爺，少奶奶呢？今天情況怎么样？少夫人出去了。出去了。啊，您去忙吧。哎。你在哪儿呢？什么时候回来？我很快就回去了，不用担心我。早点回来啊。好。奶奶，我上楼了。李成，你过来一下。啊。坐。好。怎么了，奶奶？最近这个贺锦熙啊，是越来越不像话了。我想跟你商量一下，不行的话，你们俩就分开吧。奶奶，您说什么呢？锦熙好好的，为什么要分开啊？你先听奶奶把话说完。我以前啊，也很喜欢这孩子，他乖巧、懂事、孝顺。可是最近我发现啊，他身上有太多的坏毛病了。现在想想看，他过去的所作所为啊，那全都是装出来的。奶奶，怎么可能是装出来的呢？锦熙本来就是这个性格。要是他本来就是这个样子，那他现在的表现，你又怎么解释呢？啊，花起钱来大手大脚，到酒吧喝酒，和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，要再这么下去，那我们顾家的形象可全都毁掉了。奶奶，这里面有些误会，等他回来，我跟他好好说说，以后就不会这样了。他要是出什么事儿啊，那也就罢了，可是他还牵连到你，让你去跟人家打架。那天晚上你要是出什么事儿的话，那你说奶奶可怎么办呢？啊！好，奶奶，您就别胡思乱想了。我顾西城能出什么事儿啊？这件事儿啊，全都怪奶奶，是奶奶没有给你选好这个媳妇儿。好在呀，你们俩现在还没有孩子，赶紧把婚离了。奶奶一定啊，给你找一个更好的。奶奶，您说什么呢？这好端端的离什么婚呢？就连他的表姐都说他读书的时候啊，就是一个很贪玩的人。什么？这些话是苏妍希说的？是啊，要是外人说的话，我还得要思量思量呢。那是他的表姐，能说假话吗？哦，我知道了。这要是外人说，我还可以考虑。要是这个女人说，千万不能相信。奶奶，这个女人不是什么好人，不能相信她的话。不能相信？哪有做表姐的在外人面前说自己表妹坏话的？奶奶，您有没有发现，自从这个女人来了之后，咱家就没太平过，而且是她来了之后，锦熙才发生的变化。那照你的意思是说，这个女人是另有所图了？这个女人一点都不单纯，而且居然有一天她跑到我房间去了。我估计锦熙是知道这事儿了才发生的变化。还有这样的事情啊？我是顾及到锦熙的面子才没有把这事儿说出来，没想到她先挑拨你和锦熙的关系。这种女人咱家不能留，明天我就把她赶出去。季成，你先不要这么激动啊！我看这事儿啊没有那么简单，这事儿呢就交给奶奶来办了。我知道该怎么对付这个女人。奶奶，听话，咱们再观察她2天，好吗？就2天。
行。顾西城，你个王八蛋！居然这么袒护这个贱人，还想把我赶出顾家，简直就是白日做夢。你这次算惹錯人了，我不但不會走，我還會想盡一切辦法留在顧家，直到奪回我想要的一切，包括你。你怎麼在這兒？這也是我的房間啊，我為什麼不能在這兒？顧城，你幹什麼？你沒事了吧？我能有什麼事兒？行了，我答應你，以後不會再理他了。我顧西城除了自己的老婆，不會再跟別的女人有任何關係。行了吧？你跟其他女人有什麼關係？跟我有什麼關係？簡溪，別鬧了。誰跟你鬧了？無聊。奶奶，你找我呀？哎，来，坐。奶奶呀，想跟你談談心。好啊。我呢，有點私事啊，想問問你，不知道你是不是介意？奶奶，你這個話說得太見外了，我們都這麼熟了，有什麼事兒問吧。你現在有男朋友了嗎？奶奶，你怎麼突然問這個呀？我之前一直考慮學習上面的事情，所以沒有交男朋友。哦，哎呀，你現在啊已經畢業了，也應該考慮這個問題了。你看你長得那麼漂亮，要求一定很高吧？我沒什麼要求，只要人好，對我好就行了。啊，那經濟方面呢？有沒有考慮啊？經濟方面那就更沒什麼要求了。奶奶，你到底想說什麼？哎呦，那太好了！我呢有一個遠房侄孫呢，想介紹給你。他呢現在啊在大學當老師，長得那是一表人才，人也很好。家裡的條件呢雖說不是什麼大富大貴，那也算是個小康人家了。父母都是大學教授，標準的書香世家。我看你們兩個倒是挺般配的。奶奶，我知道你為我着想，但是我現在真的沒考慮個人問題。怎麼？你是覺得我這遠房侄孫配不上你是吧？不是，奶奶，我不是這個意思。奶奶介紹的人一定很優秀。哎呀，好了，行了，別說了，聽我的，每天呢